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最近完成一部的生态纪录片，透过在地族人生活、甲经验、甲观察，互咱看到台湾森林上界丰富神秘的面貌。 影片一开始是透过낮晓的角度飞过太鲁阁山水，眼前是壮阔的山甲海洋。无论是落雨了后山壁熊熊发出来水晶兰花，也是树棵顶面的果、灵山顶面的山岚，这拢是大自然上界慷慨的礼物。影片中记录袂少花开花谢甲四季的变迁。 只要开始啼叫，代表进入春天，也有真个哺乳类的动物嘛，点点啊开始出来活动。规片山林充满生机。本来真罕见的黄喉貂、鸡仔虎，即马数量慢慢的增加，看得出来是环境保育成功的结果。这期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完成的生态纪录片。 邀请出名的生态摄影家廖东坤做导演，片中透过太鲁阁族人的山林生活经验甲观察，带观众掀开森林中的神秘的一面，并且记录台湾丰富的资源，期待和国人会使更加爱惜咱的土地，维护珍惜生态多元。